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新闻头期先来关心到中国宣布要设7个抗疫保留区，不过并无像进前公明要发动围台来检军演，各界拢真关注因的行动。因为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讲，中国对日本的南平、东海、大海一直到南海，伫这正大的范围内底，拢总要部署要甲90只海军甲海警船，恐惊就是要演练封锁第一岛链的国家。咱国军是表示讲，中国海军拢集中伫咧西太平洋，目的就是要来阻挡外国的兵力，将大海当作是因家己的内海。咱国军嘛拢有提关警觉伫咧戒备。来关心罗法署的公务人员行地路的案件，今仔日检方去到北分署搜索，佮头一间约谈涉嫌甲人霸凌的前分署长谢义勇等等23个人。劳动部嘛，佮再启动内部的调查，相信明仔载就会有调查的结果。因为针对着霸凌的问题，这案署嘛回应讲，无排除要制定专法，相信明年5月底之前就会提出草案。伫调查官的介护之下，带真侪人转去审问。中办的案件就是罗法署公务人员行地路这案，专案到今过节过外过，检方提早大动作敲找罗法署北分署等所在，佮头一届约谈前北分署长谢义勇。他现在做面对，坦然面对还蛮平静的。他应该看你讲的是什么事情啊？对，我应该还好。检方对查专案提早指挥调查官查20外个所在，约谈23人，列作被告的谢义勇，互指控工课场霸凌，涉嫌犯盗窃等罪嫌。劳动部表示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程序，无方便另外做回应。该分署近期发生的职场霸凌事件，本部课正检讨现行相关法制。专案也标出工课场霸凌的问题，政府要安怎甲重点？新的劳动部长洪新汉要提出4大改善的重点，包含10层的申诉制度、管道多元化、订定专职调查机制、强化工课场霸凌防治教育，还有建立后续追踪监督的机制。不管是这个定专法就是或者是在我们的目前的治安法定专章，或者修几个重点条文，我们都没有排除，还在收集国内外的相关资讯跟广大专家学者的意见。原则上就是我们下个会期希望能够有这个像是那个草案能够送到立法院去做处理。工课场的霸凌安怎预防？这案书表示，无排除制定专法，相关的法制化的作业当日积极研究，并明年5月底进前提出相关的草案。因那法署逼出来的工课场霸凌事件，内部的调查结果上紧伫11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来关心？总统赖清德甲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日做伙去参加亚洲民主人权奖的颁奖典礼，互动真密切。而且有媒体报道讲，韩国瑜要代表咱台湾去参加明年1月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叙利亚政权和反抗军推翻，留守的总理加拉利甲反抗军的领袖是头一间会谈。因为美国是讲愿意甲叙利亚所有的组织来合作，嘛无排除要将推翻阿塞德政权的主要组织，将因对恐怖组织当中除名的密切来往来。10月份公布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予日本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今仔日是正式伫咧挪威颁奖，因也搁再呼吁各国就要重视原子弹爆炸驾驶，爱废除核武。咱搁来关心到南韩总统尹锡悦发布戒严的风波。南韩国会是通过叛乱特别起诉法，要任命详细的特别检察官来调查尹锡悦的内乱罪甲叛乱罪。另外，初次对尹锡悦的第1届弹劾案表决，因为执政党唔投票，就无通过。即马在野党是打算12要搁再提起弹劾案14进行表决。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伫初三暗时10点半向发布全国戒严令，引发混乱。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初九提出叛乱特别起诉法，透过任命详细的特别检察官调查尹锡悦是毋是因为戒严制造内乱，有犯叛乱罪。经过法制司法委员会批准了后，初早交付国会表决，以210票赞成、63票反对、14票弃权通过法案，而且尹锡悦无权否决。也那初九同一天，南韩检方紧急戒严事件特别侦查本部，就以涉嫌和尹锡悦合谋发动内乱做理由，向法院申请抓前国防部长金良显。伫检方继续调查的期间，毋但尹锡悦，阁有首尔警察厅长、警察国会警备队长甲日军特战司令官，计共5个人都互限制出境。
5분, 10분 전에 내란 수계 피해자 윤석열 씨는 출국 금지 당한 거죠? 예, 그렇습니다. 南韩国会初次对尹锡悦的弹劾案表决，执政党国民力量离场来抵挡，不过安德秀有关留伫议场内底等待表决。伊接受法新社的专访表示，因为伫投票进前党团无予尹锡悦敢会落台的答案，所以伊敢会当选择投赞成票。 저는 민주당 그 의원들을 위해서 투표를 한 게 아닙니다. 국민들을 위해서 투표를 한 겁니다. 当讲另外一名执政党的议员金瑞智是伫党团离开了后，搁再转来加入表决。虽然最后无达到法定的人数，提出弹劾无法度通过，不过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共同民主党12会搁向国会提交尹锡悦的弹劾案，并且按算14搁再进行表决。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 去年5月，伫咧美国纽约的地铁车厢内底，有一个非洲的游民伫咧大细声量，当场互退伍的军人甲伊压制伫涂骹，所以因为待了伤久未喘气，转而死亡的案件。即马陪审团是针对这个涉嫌过失致死的退伍军人做出无罪裁决，互死者的家属也佮有非洲的族群拢无法度接受，批评司法不公。I miss my son. My son didn't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I didn't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either. It hurts. Really, really hurts. What are we gonna do, people? What's gonna happen to us now? I had enough of this. The system is rigged. 针对发生伫去年5月纽约地铁算人后致死的案件，陪审团讨论5天了后，认为检方无法度证明被告伫年龄的死亡当中构成应受责备的行为，包括对涉嫌过失致死刑事罪的指控。消息传来，毋但家属甲非裔社群无法度接受，部分纽约民众也无认同。 Very upset about it. That means you could kill anybody and get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go home. Isn't that wonderful? There's no justice. Even though I said like maybe he did the right thing for like a minute, but then the 5 or 6 minutes of him choking Jordan out, you know what I mean? It was he was a murderer then. 这个引发争议事件发生伫去年5月7日，当刚30岁有精神病史的年龄，伫纽约地铁车厢行来行去，大声喝休，互民众阻挡。其中退伍的军人潘尼用手铐甲伊颔棍算条咧压制伫涂骹6分钟长，阁有2人甲伊斗相共。 对伊的手铐，致使年龄昏迷，送病院了后救无回来。检方主张潘尼过度使用武力，认为伊继续算闹的时间超过必要范围，致使年龄无愧死亡。原底甲以2级过失杀人罪起诉。辩方是表示，潘尼的行为是为着自卫，阁有保护其他的乘客。伊的行为无一定是直接致使年龄死亡。因为陪审团的意见无同，法官决定改用较轻的过失致死罪继续审议。不过陪审团落尾认定罪名无成立。 苏市长伫这项裁决出来进前，纽约法院外口着民众大声喊潘尼枪毙的口号，要求甲伊放出来，和非裔民众起冲突。要共和党的人士讲，潘尼是一位英雄。伫陪审团做出无罪裁定时，法庭上同时间出现欢喜甲抗拒的声音。到底潘尼的行为是毋是伤过超过？裁决的结果敢有牵连到种族的歧视？相关的争议恐惊会继续受到关注。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 来关心罗马尼亚的总统大选，互人即期受到罗西亚用大量的网络口罩来操作声量，历史原底民调调查尾极端保守派候选人会当进入决选。前几日啦，因的最高法院才裁定，这第一轮的投票无准算，得爱对头重新来办理。也讲到咱台湾嘛是拢受到中国利用网络伫咧影响咱的选举和社会政治。最近甚至就有网络的红人翕影片，也出中国透过买受台湾的网红进行统战的手法，引起各界讨论。罗马尼亚的民众认为这场总统选举有问题，因为伫咧民调统计当中，支持度增加、立场搁瓦罗西亚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交吉苏果，11月24首轮投票却抢到第1名。根据情报解密资料，怀疑可能是罗西亚介入选举，但是交吉苏果否认这件代志。Y este practic
根据罗马尼亚的情报显示，选情交给苏国的网络声量向抢悬，是有几千个网络口罩为伊宣传，互人质疑是罗西亚介入影响选举。最高法院初六宣布，因当咧举行的总统大选程序无准算，原地初八要进行第二轮决选，要全部重来。这款受境外势力影响的情形，台湾也拄到中国疑似透过网情，要改变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他们是网红嘛，哈。对他们差不多是十几万的粉丝，个别差不多在这里这左右。那我们可不可以重点请几个比较高的，不然跟他们另外补助一些船票还机票？过去有台湾网情北京翕影片，互观众知影中国是安怎透过买收网情统战台湾。有学者指出，像安尼透过意见领袖传播中国好的面相，可能会影响台湾民间对中国的看法。透过这样岛内这种资金提供的这个风险，然后来去培养一寡政治性的网红，然后讲一寡中国是介意想要去传播一寡观点，然后来去带风向。来影响咱台湾的舆论，对于中国来讲，伊买台湾可能比拍台湾更小。当你有这些喜爱之后，它是可以某个程度去淡化掉，他对中国政治的那部分的认识的，等于你接收到比较多这些中国的比较美好、容易接收的一面，你就会对他的印象。某种程度是比较好。学者讲，中国的统战做法一直在变化，为以前官方媒体的宣传，到达透过网情影响台湾。学者建议政府应该立法，有必要的时，通调查网情受岛内的金流，敢有中国的资金介入，甲资金来源透明化。记者阮张俊友台北报道。咱2024年目前年就行到年底啊，当年世界各国的大字典拢会选出当年的代表字。也因为今年是大选年，所以美国的卫视字典就选出代表字2024年的代表字，就是 polarization 两极化意思，反映出伫咧大选当中两个阵营是严重做对头，也有即马社会明显对立的情形。另外，伫咧英国剑桥字典的代表字是选出明青网红真接咧用的 manifest， 有显示，嘛表明相信家己会当达成目标的意思。因为牛津字典是选 brain rot 来做代表词，也就是讲，即摆人拢看网络一寡录个俗个、哩哩扣扣无营养的物件，看到脑筋拢漚起，变甲无成功啊。The world today is much more divided, very polarized. Because people are very polarized about what they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 2024年这个大选年，无论是资深的媒体工作者，或者是百姓，讲到时局上接用的字是 polarization 两极化。每个月线顶浏览量有1亿次的卫视线顶字典。根据数据追踪数字的超车甲使用量，算出来的2024年年度代表字就是两极化。这个19世纪初期对物理的偏振现象，偏攻击演变来的字。In this case, I will also say that polarization, it means division, but it's a very specific kind of division. I mean, the word division just means split, so that could be divided very closely. There are other words like tribalism, which means that people have sort of pre-existing ideas and ideals. 替选举做例，真侪美国的选民伫投票时，拢会甲敌对的阵营候选人打一个对国家生存会造成威胁的标签。美联社一份针对12万外选民所做的调查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支持者10位当中有8位对川普的观点非常或者是真烦恼。另外一边也同款，共和党川普阵营的支持者10位当中有7位对贺锦丽是同款的态度。年尾国家字典选出的年度代表字，毋但是使用度上悬的，佫会当体现时代的精神甲流行。12月初，英国牛津字典公布的年度代表字是 brain rot 脑腐，形容上过接触邋里邋遢的网络内容，致使心身或者是智力恶化的情形。剑桥字典是选出明星、网情、导演组等社群媒体的意见头人爱用的 manifest， 显明证实这个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来看谷歌公司发表一款新的晶片，讲是量子运算技术的大进展，运算的速度是比超级电脑更较紧，甚至讲是全宇宙拢无通可比的速度。咱做伙来看卖。谷歌伫找到等是一款叫做 Willow 的新晶片，因讲这是量子运算的一项重大突破。 Willow is Google's newest and most powerful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computing chip, and the next step in our path towards building large-scale quantum computers and exploring their applications. 量子电脑的概念对1980年代以来就引起科学家真大的兴趣，和传统电脑的无共，就是伫咧伊是用量子力学内面的量子位元来做计算，计算速度伫咧一寡状况之下会当到指数级的提升。谷歌新推出的微弱晶片是105个量子位元组成。研究人员讲，因解决位元塌加含开唔对的问题，运算速度和传统电脑比起来是紧甲有够限。 We've pitted Willow against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upercomputers with the random circuit sampling benchmark. The results are pretty surprising. By our best estimates, a calculation that takes Willow under 5 minutes would take the fastest supercomputer 10 to the 25 years. That's a 1 with 25 zeros. 谷歌这篇长批查伊讲，量子电脑未来会当应用伫发现新药啊、开发核融合能源、电池设计和人工智慧这领域。微弱晶片就是因打造实用量子电脑的重要一步。目前包括微软和 IBM 这科技大头，拢致力在研发量子电脑。2019年 IBM 捌质疑谷歌，甲旗下量子晶片的功能讲甲伤含。因讲谷歌讲一般电脑需要用1万年才当解决的问题，其实只要用无共技术去做，2天半就当解决。 我是新闻张慧斌编译。咱拢知影，真侪动物拢真巧，真有灵性。即马动物学家是透过 AI 技术研究，证明像会晓用无共款的叫声来叫特定的对象，就好亲像咧叫因的名共款。因那海翁嘛是会用无相像的声谱来找因的同伴。另外，学者嘛证实讲，这猩猩是会晓举办有退烧杀菌效果的药草，家己来治疗病痛。 对动物园到非洲的大草埔，像这种叫声，会使讲是常常听到。不过科学家阁发现讲，若是低频率、真低这种轰隆轰隆的声，毋但会当传去真远的所在，阁有可能是包括个别像专属的称呼。研究人员在放送声音资料库内面，有一段特定的录音档，一只叫做玛格丽特的母象，就会用打耳仔的方式来回应，其他的象听到是拢无得甲插。 虽然讲学者甲搭，阁无法度找出讲到底是录音档内面的对一段代表个别唱的称呼，但是已经会当确定讲，因伫群体内面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叫特定的同伴，亲像公象和母象之间要找拍正的时阵，就是安尼。That elephant will respond or come up to her or whatever, and so that sort of indicates that they have a means by which to communicate who they want to talk to. 海洋生物嘛有亲像这种的沟通方式，亲像海底海翁的同类群体内面，个别的海底海翁要追踪其他的同伴，都是用特定频率的声做信号。当然，动物的智慧是唔难的。各方工人和人类上相共的猩猩，和科学家发现讲，因会用古早人形容食饱草的方式，找特定食物来治疗伤病。He was observed feeding on this plant for 13 minutes. And then he continued chewing but stopped swallowing and put the plant sap from his mouth precisely onto the wound. And he repeated this behavior for 7 minutes. 科学家找出猩猩锁定的10几种食物，交互生化实验室来分析，结果发现讲，这食物提炼出来的精华，有的会当杀菌，有的会当退烧，是大自然的药房。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讲宠物的主人也是训犬师，拢会使互狗仔对特定的物件的名称做出指定的反应。但是到目前为止，动物专家嘛是无法度确定讲狗仔敢真正会当和人共款，甲特定的一寡字和物件做正确的连接。不过大家会当确定的，就是这个动物真正是比人较早想的巧济啊。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 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